機械人速遞第80個賽日，6月14日，沙田黃昏馬最新嘅飛數異動，截飛時間15:00，開跑時間16:00。上戰嘅飛數入圍成績，重飛提供6匹，入圍2匹；落飛提供14，入圍7；回飛提供8，入圍5。重飛非佔比嘅馬匹，第一場10號華夏駿馬全飛拉動4.45，第二場8號紅黃繽紛拉動5.41，力度4，第七場6號蝴蝶翩翩拉動12.75，力度5，第九場1號發財先鋒拉動5.83，力度5，第10場2號包裝伯樂拉動4.54，力度3，第11場9號士多多寶拉動6.7，力度5。落飛非佔比嘅馬匹，第一場1號不勞而獲標籤高基全飛拉動2.33，力度4； 2號渾身解數拉動0.81，第二場1號聖德福標籤實力拉動1.62，力度5；第三場3號彩虹七色標籤直博拉動2.85，力度4； 4號有形量拉動1.04，第四場1號天天灑落標籤馬膽拉動1.87，力度5； 12號火神神樂標籤高基拉動0.36，第五場4號勁進區拉動0.55， 11號高感拉動1.74，力度5，第六場9號雙贏標籤直博拉動2.33，力度5，第七場12號龍城強將拉動0.63， 13號翠湖烈風拉動1.23，力度4，第八場3號氣勢標籤小心拉動1.03， 6號好有心得標籤直博拉動1.37，力度4， 10號人和家興標籤直博拉動0.46。回飛非佔比嘅馬匹，第一場11號紅衣財神全飛拉動-3.17，第二場11號金德義拉動1.76，第三場9號海南島標籤實力拉動7.62，第六場2號綠色巨人標籤小心拉動1.56，第七場1號哈羅威標籤小心拉動1.39，第八場2號天天同樂標籤高基拉動3.74，第九場5號天象龍區標籤實力拉動2.69， 6號奔放標籤實力拉動2.79，第10場11號勁先生標籤高基拉動9.54，力度4，第11場5號標之星河標籤馬膽拉動5.76，第11場10號順城之星拉動11.52，力度5。那馬系列突擊馬，第二場9號桃花多佔比8.54，全飛拉動-0.26，第三場7號轉得勝佔比6.93，拉動2.76，第五場5號真僥倖佔比7.57，拉動0.04，第七場4號安都佔比8.24，
拉動-1.78。5號幸運旅程佔比7.99，拉動-1.97。第8場3號氣勢佔比8.74，拉動1.03。第9場2號安可佔比8.27，拉動-0.49。第10場2號包裝伯樂佔比7.3，拉動4.54。第11場6號樂勝天下佔比7.78，拉動1.65。麻煩大家幫忙按訂閱啦，撳埋隔離個鐘仔，咁有新片呢就會馬上通知你㗎喇，咁就係對我哋最大嘅支持啊！唔該晒。